啊！没打车啊！我还有5000里多啊！他说不敢动的呀。再吹一句，看着，我再一句，再说了这一多钱啊？2,000块钱啊！来了我这个都不钱，为了心疼啊！我是中粮一刀，刀嘛。我走。我刚准备说了，还掉没了。落了哪一种都行啊。我是大你用钱嘞。对，可以搞定的。能这里口子在谁个哎？他早上也在讲毛衣啊。好几个，我还搞小买。这个好啊。知道吧？俺吃一个我吐的单。我把这些看见都看见多一个就够了。就是找个大这个怎么讲啦？我得看见差个人。啊，对，煮虾对好的。这个啊。我懂我出来。你讲你讲嘞，走你家。对吧？哎呦，我真有钱。你赶快老中了啊！有点空闲，老子然后插着嘛，插着嘛，是不嘛？对，你之前的你摸掉了，你讲想的要讲啦，是不是？靠近要靠着我们啊！这我就捏了，手要抢了嘛，掉开了。要我就要。要我讲，讲的要我讲，当然你家的嘛。是呀，啊，走的现在，该工啊！我天哪，这个我这中了比赛了。等着，等着那个，等我了，等等嘛，是是，那个等着嘛，烧吧。
đi tới chán chán bóc không công được cuộc hay là cái cái nào này đó là nhà dùng nó đấy. Nó có thua, nó có tạt sao tới rồi. Nè. 그러니까 이게 커한 게또 더 길다. 是睡觉了嘛？你搞僵的，所以，哎呀，出去发一下包盖被拿踢了，他们不是公心的，他屌的，啊，中跟你到我，三个我，有了，我手被斩掉了。咱这个，咱这个你逮嘞，个他要过嘛？个他还有熊包呢，有熊包也是啊，熊包，还戳这个当子嘛个，他当哪帮嘛多个当，正在给我塞那个针嘛。我这冲到这个有个塞，你猜？我怎么都找他不看了哇？哎，那个难。